老师平安，平安，观众朋友大家食饱未？听讲昨迄个什物立春食立食圆仔对春，无？立吼，春，嘿，老师有食圆仔无？哦，为立春，为什物有啊，有食立春爱食圆仔，阮圆仔？今年吼，哈？为什物爱食圆仔？是因毋为知影，圆圆，安尼一冬开爱食甲圆圆，就是好命是安尼嘛。春啊，上讲咱后壁即只，后壁这是啥物鸡啊？还是鸟啊？还是啥物？大家知影吗？这是即台湾，只是王鸟哦，即只是无甲会出来哦。这是你今日台湾要讲做名。啥物？毛爱甲伊讲，我说讲啥物话，伊才会出来。着毛毛的是你看着伊吼，拢是拢大雾啦，就是讲安尼毛雾嘿，中哦，间落雨后，也是讲会使是迄雾足重，是，中昼山顶有影足侪雾，所以讲个雾中的王者，就是讲哦，一款所以王者，今仔日伊是伫雾中出现的，雾就是，是咱咧讲露水啦，露水重的哦，是。安尼。哦，今仔日观众朋友爱听到后壁哦，因为后壁老师有翕到即个真什物真歹找着的一种台湾较有诶鸡仔，是鸡仔足水诶吼。好，台湾都有诶，全世界敢哦，台湾有诶。全世界甲台湾有诶。嗯，哦，是春是是，蒙读书会，咱要讲诶是春蒙读书好，会，没有，咱即阵是台湾属盐诶节目就是啊，咱逐礼拜拢会讲一句话，啊来讲人生诶道理吼。即个嗯，为什物拍死鬼，鬼佫会拍死诶哦，足奇是怪诶哦吼。春蒙读书会就讲立嘿，春，立春因为做人嘛吼，嘿，做人初四立春，啊立春迄一日吼，你有注意嘿，看无？嘿，有蒙啊无？若有蒙，就是讲嘿，以后今年就较袂落雨啦。啊，甲袂哦，落雨就是头做炎，啊着较日头做炎，严哦。咱若所有袂晓讲诶话，拢提去互鬼啊。有诶，咱哦，普通拢安尼嘛。哦，嘿，读书嘿，会吼，毋知你若诶代志拢推互鬼嘿。一个人若最后食饭讲伊食鬼，啊若哦，做分段讲伊分段嘿，鬼有无？妖鬼，妖鬼是咧妖鬼就讲做爱食。是讲最爱共食物件，足哦，贪食对，诶妖鬼。嘿，对，所以讲咱着读书鬼。是咱的朋友来啊吼，食咱若饱未？夏望遮另外个，因为即两句连做伙讲啦，春天、嘿，夏天。夏天嘿，就是讲入夏迄一天，若是有雾，就嗯，会做大水。就哦，讲雨水足济啦，迄是，就拢树啊，因为夏天入夏时以後，就是讲热天嘛，热天就会做大水。即个哦，这是咱的经验，嘿嘿，咱的经验所产生的物件。是，像其实我家己有哪有经验啦，真诶，伫我还未看到即句话，还是讲我还佫毋捌的时阵哦，就是嘿，讲迄阵还佫咧读，国校了，读初中，迄阵叫做初中哦。因为我是，逐个知影天袂光，就爱行2公里的路去车站坐车。迄哦，条路吼，有一半是伫水沟仔顶行，水沟仔顶咧哦，行吼，迄雾伫落水若足重的时阵，嗯，雾足重的时阵，迄个骹拢会重。我知影讲，过停2日后，就会透风，迄风就会足透，哦，嗯哼，所以迄老师是个人嘛是，的经验。嘿，就是足厉害安尼就对啊，吼，咱讲先知啊，吼，就是你若看着啥物货，就知影啥物代志，就是安尼。你看，有人会做爱预言的啦，吼，但是有人做爱讲啥物句迄个语话，言是大约的啦，毋是较嘿，实的吼。咱来讲圣经文啊有嘿，是，哦，圣经嘛是有，今年嘛吼，而且写讲今年立春2月初四，是，万嘿，年就拢对即阵开始就开始咧发布艺啦、发艺啦、陆续青是，翠，花哦，就拢一直出来，玫瑰开了来换樱花就过来啊。佫有一句话讲春南夏北，无水通外目。即意思就讲立春即日若是透南风，拄则是讲立春即天
会早时若是老蒙雾，吼，即摆是讲若透南风，嘿，就无水通摸捌，无水安尼，当然就是无落雨的意思啦。就袂落雨。那马太福音有讲因为为嗯什么耶稣伫即个所在要应别人讲话？因为是迄个有人甲伊问讲，耶稣你是行一个神迹，互阮看，阮就要信你啊。耶嘿，稣知影因是要来找麻烦的，因无影要信。是，因为耶稣你看，伊捌互青眉人会看着，拜凯的人佫会惊咯，死人佫活着，这敢是，讲毋是神迹嘛？伊要搁要求耶稣就甲伊解说啊，讲伊安怎讲，耶稣安怎讲诶，讲要安怎诶时，恁讲因为天色红，所以明仔载会好天。恁讲耶稣是恁讲诶来搁过来再讲早起时，恁讲今仔日有风雨，因为天色乌红搁红。恁会晓分别分别这个天色，哪会袂晓分别时代的潮头？伊讲即个时代的伊讲神迹嘛，即个时代有神迹，你敢知？即拢是神迹。早起是下晡时若天红，你讲会好天；若下早时天红，你讲会落雨。这是你的经验。其实对遮是你所认捌的，有哪是一款袂。是讲未来的代志，你大先已经知影看到，这叫做神迹啦。有先知影，你既然拢会晓，你为什么毋知影？迄个末日就要到咧。是啊，上帝有讲讲末日要到，要到的是安怎来？伊讲，逐位拢有地震，来有发生饥荒的代志，搁有即个国拍迄个国，即个面拍迄个面，先前的。地震一寡因就讲腹肚枵的，非洲一寡无饭通食愈济，遮若拢到，这是末世潮头，恁拢敢拢看袂出来？嘿嘿嘿嘿，其实上帝拢有讲圣经拢有写吼，但是有人就会起来讲，什么今年还是旧年还是什么倒一档就会安那吼。不过对啦，有人安尼讲其实迄是毋对的。为什么毋对？因为咱知影知影上帝安怎透放一寡人知，一寡你是毋知呢？你知无啥物益处啊？你也知影讲准明年的今仔日末日到，安尼你今年是毋是爱？毋免做头路啊，今日来去享受，来去算好啊。也是讲明仔载末日就要到，你知影啦。今仔日你是要安怎过日子？你笑袂出来。所以足侪人想要知影未来发生什么代志，都去算命，对无？算算命无效啦，因为上帝已经甲你讲迄无效咱后壁已经会讲，后壁迄张个人就明白。是，就是即个，我专心要爱。我专心爱捌智慧，这是诗篇啦。是。我专心爱捌智慧。嘛要看世上所做诶代志，迄时我知有人暝日袂困着，目睭无放瞌，就讲伊困袂去，目睭拢无瞌，一直拍拼，要知识读册啦，研究一寡科学啦，研究一寡地理啦、风水啦，当时末日要来，当时好运，当时歹日，对啊，出门拢爱算什么日？结婚嘛爱算日，是。刷来迄个《传道书》第8章17节，圣经有安尼写讲，虽然你是安尼嘛无法度看到上帝所做的一切。我知人袂当查克日光下面所做的代志，因为人无论安怎劳苦来查克，嘛查袂出答案。智慧的人虽然掠做知影，实在嘛是袂当查出。就是讲实在是毋知啦。虽然伊家己讲伊知影，伊知影讲末日当时要来，伊知影讲你当时你犯着对一条路毋对，着安怎做？作为智慧的人因掠准伊拢知，伊心嘛毋知。为什么安尼呢？
因为上帝互人毋知影伊要做诶代志，因为互你知，你无迄个能力通知，啊，你佫无迄个能力通把握家己要安怎生活，哦，啊，食迄个例来讲，阵若知影讲我一个月后世界末日会到，咱今仔日是要安怎生活？过日子，毋知影哦，吼，对，有人讲啊，专心什物，瓦克耶和华，拢来耶和华，是，因为伊知影咱明仔载知影。对哦，多谢美秋咱吼，明仔载咱毋知伊知影，对，因为其实算命话讲算足准诶吼，迄嘛是一半拢袂准对无吼？来算准了后，咱想咱你若是，我会记有一届迄个有一个算命的来咱兜对无吼？来伊就讲你基督徒算袂准，毋免算，因为讲上帝通改变咱诶命运吼，所以要上准诶，就是来认捌上帝安尼就对啊，对无吼？来去一张呢。所以咱今仔日有今仔讲到，日要来介绍迄个，迄只叫做山鸡啦，啊，话讲叫乌山鸡啦，其实伊叫铁鸡。咱要讲铁鸡吼，就是所有野生诶鸡啊，拢叫做铁鸡。特别即只叫做乌铁鸡，因为伊诶身躯是乌诶，还是讲乌尾铁鸡。即只吼，其实即只吼，因为拢伫雾中出现嘛，所以叫做雾中的王者来讲，雾中的王者啦，雾中的王教啦，吼，刚才解释。王教。你出现的是就是拢蒙雾，山顶拢中昼就开始蒙雾啊，毋是讲下晡啊，因暗时差不多12点过就开始蒙雾啊。所以伊较出来就对啊。迄条歌吼，因为我配角是用一个小提琴，伊扭的迄条歌吼是一款台湾原住民的歌，用小提琴扭。迄条歌的内容是讲，虽然看袂到你，摸袂到你，但是我知你对我讲话，是你的手，丁困的手，安慰我忧伤的心灵。伊内容是安尼，虽然看袂到你，即个你就是上帝啊。虽然咱看袂到上帝，摸袂到上帝，毋过咱知影伊咧向我讲话，讲什么话，伊借着大自然向我讲话。为什么早起是蒙雾，然后有水，还是讲春天若到，为什么拢会变成遐尼水的世界？草木拢总活起来，逐项拢总活来，甚至有时人手甲伊全部改变，全个规个世界拢改变。迄伫看袂到的手，就是上帝咧做啦。所以就讲，虽然看袂到，毋过我知影你对我讲的，伊上帝对人讲的是足侪款方法。对大自然也好，还是对你家己的心思意念，还是对你的朋友的中间，甲你的决心，拢是会当。还是对圣经，你体会圣经来看，甲阵啊看有圣经的每一句话，你感动，你彻底来了解讲，哇，原来上帝要甲我讲的是啥物？这就是一款看袂到的手，伊的手捌顶过是袂过，所以讲贫困的手。就是耶稣啦，伊安慰我忧伤的时，咱即等来看春天吼，佮作用咧，互人有足侪感情。春天特别会啦，秋天也特别会啦，迄个感情特别丰富。所以咧诗啦、词啦，拢足侪拢咧讲哦。春天的词有够侪，我即摆拢一句咱大家拢捌听过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枫树低的笑，中个有最后一句，问君能有低的树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这就是迄个唐朝唐朝的上尾迄个皇帝。那讲李后主就是迄个李煜啦。伊
因为伊个国家就亡啦嘛，搁来迄个就是宋朝嘛，伊用掠去就乱禁啊，袂当做国王啊，伫遐真伤心，咧思念因的故乡，爱写诗会透一句，甲尾仔迄句我甲伊抽出来食啊，因为这是咧讲春天，毋但伊搁有足侪春天的即款诗句像讲国破山河在，新草木新，国破山河在啊，春出草木深春即句咱用台语来读，台语就是讲用读诗，就是讲叫做文读啦，毋是白话字啦。咱用读册的方法来读即个诗的春花秋月。这我无法度读，这用台语读这，系啊。往事知多少？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这是讲迄个文读的方法，读册方法。台语咧读册就是用即款的调去读。来，这什么？有人讲明辉讲邓丽君的《几多愁》有唱过对无？唱过这条歌啊，但是咱咧迄个配乐是原住民的歌叫做迄双看袂到的手。看袂到的手啊希望大家慢慢来体会这个看袂到的手伫叨位安尼，咱即个是共款伫阿里山对无对，阿里山，因为款鸟仔是出现伫阿里山上济。阿里山上济。迄款啼鸡啦，迄款乌啼鸡。是，观众朋友敢听有声？因为阮发现网络的声啦，像无啥共，有听到声吗？有声，有听到。其实有一点仔凉凉看，其实毋是阮看到的，是老师后来去看到的阮去的是无看到这真歹拄到的。师母嘛来啊多谢观众朋友。这是台湾较有的叫做老师叫做什么鸡？啼鸡，乌啼鸡。乌啼鸡。地质啊，国语叫做地质。就是梅花节嘛来就是1000块的钞票顶悬一只。对，台湾迄个1000块的钱顶悬就是这只是有人讲听到这条歌声，想起什么车站车站名笑。伊袂惊人吗？还是老师用迄个？伊足远啦，离开较远啦，伊小可袂惊人，因为遐游客较济。你莫想我伊就袂惊。老师的镜头较好。一个公一个母的对无？对，因两只拢咧大做伙，而且公的足够顾某。若拄着危险迄只公的拢假无伊走去离开伊的收较远的迄边。真巧呢走远好。伊就拢保护迄只某，某的就迄种像铁路对无？迄只某就对顶悬随去啊，所以软入去就无关。只公的就冲过铁路向另外一边走。你踮咧甲等咧5分钟，伊就去倒转来。是对这个是顶礼拜共款迄个小提琴家蔡佩君伊
伊伫台南省了话语话小特点。是，真欢喜吼。多谢老师佮甲咱分享吼，阮师母讲诶，台湾有诚侪无共款诶鸟啊吼，问对吼。可能足侪人毋知影这是咱诶国鸟，对，就是安尼吼。所以咱足侪代志吼，其实是看袂到。想讲上帝为虾米会创造遮尔侪无共款诶物件吼，互咱欣赏吼？是要咱活了做艰苦吗？毋是吼，应该是活了做轻松诶吼，毋免去算对无吼？毋免去算讲当时会当出门，当时会当食饭，甲有人咧算讲当时会当迄落坐落来吼，坐算圣经已经甲你讲算袂出来，所以你戆戆啊相信圣经诶话，啊就对啊。是，其实咱嘛毋是戆戆啊相信对无吼，咱是有智慧诶人哦，所以有一个啥物福杯会当满满诶人。毋免计较啦，想要迄个算讲逐日偌即个每年每月日偌即个到，莫去算迄个代志。是，毋免算迄个代志吼，真正是多谢大家观众朋友，嘛是感谢上帝创造无毋对吼。师母讲诶吼，观众朋友，多谢恁甲阮支持吼，互阮诶节目会当继续吼，搁做落去吼嘛。多谢老师吼，以及逐礼拜拢去爬山，都有当看着做奇卡诶代志吼，嘛做水诶吼。好，所以咱每个礼拜一下暗台湾8:10，泰国7:10做来讲台语。这个节目是台湾的台南新教会林老师、泰国的 K-Mon 基金会吼做伙主持的吼，安尼多谢观众朋友，咱后礼拜再会，平安。